台南市学校午餐厨艺比赛伫亚洲参与学校举办，现场组织31间学校，以丑小鸭的逆袭为主题，将学生无介意食的食材，亲像是红菜头、香菇、洋葱、南瓜、苦瓜等加入菜单，将这的食材变做美味的菜色。那这个食材所谓的丑小鸭的逆袭，这丑小鸭到最后变成天鹅，但是好的食材。虽然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如果经过好的烹调的话，事实上还是变成可口又营养的这个食材。那对营养午餐，其实现在的父母越来越讲究。那讲究的方式当然是色香味俱全那也兼顾营养。这场重要的赛事进入第4档，学校伫35块的食材成本之下，设计1份1个主食加3菜1汤的午餐菜单，并伫咧限制时间之内完成料理。比赛最后由台南市永康国小摕到金牌。第一道南瓜烧鸡的部分，我们就是把南瓜做成南瓜泥，然后加上我们的鸡肉下去烹煮。南瓜它的甜味就会带出它的鸡肉味。第2道的菠菜烘蛋呢，菠菜小朋友也都不太喜欢，因为有一个腥味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菠菜打碎，然后加蛋一起把它和在一起，然后做成一个烘蛋。烘蛋的部分，小朋友的接受度就会很高。那主菜的部分，红豆饭呢，是代表一种想说刚好过年后嘛，刚好代表一个吉祥的主食红豆饭。透过营养师的卡数以及校厨的厨艺，展现各个学校独有的营养午餐特色以及风味。教育局表示，后面也会安排专业团队进入伫种学校制作影片，让更较侪人看到学校营养师甲校厨的努力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